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 YOHO 系列最新鐵路上蓋加商場上蓋嘅 YOHO Hub 兩房俾大家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片。嗱，呢個兩房間隔啦，436尺積嚟嘅。咁我哋個景啦，望翻新元朗中心嗰邊嘅，咁望見佢個泳池添啦。廚房位置咁樣全身冇住過咁滯啊！而家望落去，咁另外啦，呢度主要客房，主要睡房間嚟嘅，咁佢做咗個入場衣櫃咯。咁另外帶大家睇下主人房先，佢本身有個凹位，做咗個衣櫃喺度嘅。咁啊，另外啦，主人房都係望翻同一個內園景觀嘅。廁所咯。咁呢啲就我哋正宗叫做搬篋入住嘅單位啊。咁我係元朗油新街利嘉閣，我叫阿 Bell。咁如果對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follow 翻我。好，今日係咁多先，拜拜。